近年嚟，足球俱樂部車路士2022年出售咗42.5億英鎊25億現金再加17.5億嘅追加投資，買方係百利集團再加清湖資本，亞布係被逼出售，亦都係創足球俱樂部交易紀錄。曼聯2005年同埋2023年亦都有部分出售情況，2005年呢亦都係全資收購，買方係格拉沙家族，亦都以7.9億英鎊嘅槓桿收購2023年25%嘅股份亦都由拉達克利夫爵士以12.5億英鎊購入，亦都獲得運營權。追加注資之後，持股28.94%，亦都意味住如果全面收購的話，曼聯係市值50億英鎊AC 米蘭2022年價格係12億歐元買方係紅鳥資本從艾里奧特接手。利物浦2010年價格係3億英鎊，買方係芬威集團，市值增長到而家嘅40億英鎊。曼城2008年價格係2.1億英鎊，買方係亞布扎比財團謝克文蘇爾，市值亦都係飆升到50億英鎊。